台市建筑师工会为了保障民众开大钱买厝，伫交厝进前的检验，结果却是加工加损，根本无证照的作业。虽然特别传出会当检查塘边有漏水风险的热现象仪，以及精准测量墙面牛条的水平、徛底，以及检测测音等专业工具一堆，替民众抓出问题。工会有这个东西，只要你东西一放上去之后，你的墙面如果不准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因为它是一个垂直跟水平非常精准的一个仪器哈，而且非常有效哈。那1、2、3，建筑师工会赞不赞？赞。台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杜国昌伫理干事陪同共同宣布验厝服务中心成立，除了成为南部第一个以工会名义所成立的验厝服务。理事长嘛强调，绝对毋是要甲民间业者竞争，而是透过制度化甲专业的整合，提供有公信力的检验服务。针对这个鉴定，我们有完全这个明确的这个 SOP， 那包括这个法院的鉴定报告，我们包括连经费都要核算出来，交给法院那边去做判决的事情。好，所以这个非常多了，包括老屋的，包括新屋的都有。那包括材料选择错误的，或是房子盖到一半倒塌的，或是在过程中有损坏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鉴定的范围之内。另外，针对内政部去年底预告设来征收电信化契约草案，外界对着台市审查制度出现质疑，除了烦恼处理的量不够，甚至传出审查费用高达100万。对此，受干务局委托审查查验的台市建筑师工会嘛出面澄清。工会的所有的这个审查费用都已经在工会的网站都有。以一个30坪，就是100平方公尺以内的一个室内装修的话，大概审查图审跟这个竣工审查差不多是2万2左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合理，不是动辄100万了。这是不太正确的。台市建筑师工会除了服务在地，面对台湾、日本的地档，建物有啥物会倒？结果安全的规划设计，定需要面对论性的讲法加骗人的态度。3月2日，嘛将伫城大规划一场国际论坛。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